阜阳小学矫正你韵美哦哦诶动心美大他达那撒撒增高浊音一。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第2期的阜阳说话教程。然后呢，那我们就直接先复习一下上一节学过的这些。就上一节我们学了3个元音然后3个韵母，1、2、3、4、5、6个声母。我们来复习一下：巴、白、比、啪、拍、噼、拔、白、比、麻、麦、咪、费、为。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学的，相对简单一点。然后最要区分的就是巴、啪、拔那个叫什么？这个区别，巴、啪、拔这个区别。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接下来继续讲几个韵母，几个声母。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声母是写成一个拉丁字母的 o， 这个读英语是读 o 的是吧？一个英文字母的 o， 然后这个是读 o o o， 可以看到嘴巴搓圆，舌位靠后，类似普通话的 o， 对，普通话 r o那个 o 就比较类似这个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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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它是不动的，没有动成的。你可以听，我可以很长时间保持同样一个音，没有动，没有滑动。哦哦，它那个位置是不动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字，哦哦哦，这个字，啵啵啵，这个字，某某某。好，注意这个 o。然后第二个呢，写成英文字母 au， 读作 o。这个呢，跟前面的 o 非常像，但是它的开口度比 o 更加大。o 类似英语那个 a lot 里面那个 lot 那个 o， 对 o， 注意这个也是不动的。前面那个是 o， 这个是 o 不动的，它是不动的 o。比如说这个字 o， 这个字包包包，这个字毛毛毛注意是 o。对，之前这个音节练习，我们之后就不会有这么详细的，就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形式，大家自己去把这些声母和韵母拼读看看，来进行一些拼读的练习。那个我就不单独做这么一个，就是本节课学的声母韵母拼，然后还有上节课学的，因为那样做起来好大一张，是吧？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好，一个是 o， 一个是 o， 然后第3个呢是 e， 它是一个双元音，它类似普通话的 a， 但你可以听到普通话 a 它明显是动的，但这个就听起来动的非常小。e， 是吧？动的非常小。动是动，但它动的非常小，滑动的非常小。类似一个你动的小一点的普通话的 a， 然后它还要比普通话的 a 稍微往后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a， 这个字美，这个字尾。好，注意这个 a。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声母，声母的话相对简单一点，是吧？第一个呢，就类似我们之前学的巴嘛，这个是它对应的另外一个部位的哒，它发音方法跟巴是非常像的，就是发音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它类似法语的的，比普通话的的呢更加紧一点。的，哒。比如这个字，到，这个字，哒
打打这个字，d，这是的。我们来看它对应的送气的版本，t，在的基础上呢，加上一个轻的气流，跟那个 b 和 p 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是的和 t 的关系。比如说这个，t，这个，它，这个 t，啊，t，就是 t，它这个 t，然后这个拉丁字母写成一个 d，我前面两个都忘记说它写成什么，大家自己看得到的吧？应该一个是 t，一个是 th，这个是 d。注意 th 不是那个英语里面那个丝了啊，这是 t，不要变成英语里那个丝，这是 tall 不是 saw， 可以吧？然后这个英文字母 d，就是的，也跟b 和 b 的关系是一样的，的和的，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喉咙松弛一下，伴随浊气流，但你那个部位还是非常紧的。比如说这个字，倒，这个字，打，这个字，滴，好，倒，打，滴，注意这个的。然后这个呢，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普通话的呢，是吧？普通话的呢，写成一个英文字母的 n。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哪，呢。好，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就普通话的 普通话的呢嘛，是吧？呢。然后这个也没什么问题，这是普通话的丝啊，普通话的丝。比如这个字，saw，这个字，say，这个字，see，啊，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普通话的丝嘛，撒，就这个。这个呢，在前面呢，它类似的和的关系，的和的啊，它就是在丝的基础上面加一个浊的气流，啊，喉咙松弛加一个浊的气流。比如我们知道这个是 saw 是吧？这个字，saw，这个字 say，这个字 see，啊，saw say see。啊，这个是 saw say see，saw say see。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什么叫真假浊音啊，这是一个理论上面的讲法，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啊，当然不用搞得很明白，就是只要记住哪几个声母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们目前学过的声母呢，b 的啊，怎么用这个奇怪的颜色？等一下，这个红色用一下，红色比较不像写字的。b 的撒这三个声母，有一个特点，就这三个声母，我在这个发音描述里面都写了喉咙松弛伴随浊气流。这一类声母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浊音声母，把它叫浊音声母。我们目前学过的浊音声母呢，只有 b、的、s 三个。之后呢，我们会接触到更加多的浊音声母。如果想要提前学一下呢，大概就还会接触一个这个子啊，然后一个这个习，一个这个吉啊，一个这个格，想一下，应该就1、2、3、4、5、6、7，应该是这7个吧。当然这后面这4个到时候再讲啊。我们现在只要先记住前面这3个，它这是我们叫浊音声母，它是浊音声母。浊音声母发音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学的都是在它对应的不浊的这个基础上，喉咙松弛伴随浊气流。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它有个对应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学的 b 对应的是 b，对吧？我们学的的对应的是的，对吧？我们学的 s
对应的是 s 是吧？啊，这都有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对应关系大家可以搞清楚。它单独发起来呢，就是对应的这个上面加一个浊气流，比如说霸变成拔，哎，就是加一个浊气流。但是呢，如果它被放在词中啊，就是如果它前面出现我们以后会讲连读变调的小短杠，就是它前面如果有个小短杠，它的发音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字单独读的时候是拔拔拔啊，可以发现它就是在拔后面加一个浊的气流，拔拔拔，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有什么区别，拔，但是如果我说把它叠起来这样用啊，前面有个小短杠了，这个小短杠我们以后会接触到，现在不用，现在不接触，就只要记住前面有这个小短杠了，它就不是读拔，而是要变成一个所谓的浊音，真浊音，就是这个真浊音，它就是一个术语，大家不用特别管它，就是只要记它发音的感觉，你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拔拔拔拔拔拔拔，这是拔，然后这是拔拔拔，啊，也就是说发这个的时候，声母的声带是不振动的。发这个时候，声母声带振动，变成一个声带振动，就是它后面这个类似法语或者是一些斯拉夫语里面，就是这个字母是吧？法语里面的这个，或者是一些斯拉夫语里的这个，就是 b，就我们叫做所谓的真浊音，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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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现啊，拔拔，再演示一遍，拔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到这个 e，虽然很难会到这个 e 是吧？因为毕竟不是母语者，这个要分辨这两个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我在这边必须要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学更加地道的话，一定要能够把这两个分出来，拔拔拔拔拔拔。好，这个字单独念是导导导，好导，但是如果在这个词里，它前面加一个小短杠，就会变成赛道赛道赛道，变成了的导导，也是类似法语和一些斯拉夫语里的赛道赛道赛道，这个字单独念是扫扫扫，哎，我只能组这种词，因为我还没有学更多的声母韵母，所以那个现在还不能走出来，因为这个才是第一个，可以知道我以后会讲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大家要好好接受啊，这个为了讲的更加地道，这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不讲出来就感觉怪怪的，是吧？单独念是扫扫，如果把它叠起来。扫扫扫扫扫扫，一个是死，一个是日，扫扫是吧？扫扫扫扫扫扫，可以感觉到不一样吧？这个类似英语里面啊，这个英语里面有了，恭喜，英语里终于有了，英语里那个 z 的读音，z，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那个英语里那个 z。扫扫扫扫扫扫啊，这个特别需要注意一下。那大家就当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记一下，就是当我们所谓的浊音声母，我们现在学了3个，以后还会再学这4个。浊音声母，它在词头的时候读法和在词中就前面有个小短杠时候的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粑粑、赛道、扫扫，大家要注意这个点，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再讲一些需要辨识的，就是这2个元音，o 和 au 是吧？这2个它们的这个读音非常接近，就一个开口小一点，一个开口大一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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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希望能够好好辨识这2个 o o，因为如果是母语是普通话的话，就这2个听起来就会非常像，对吧？一定要能够分开这2个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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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呢，不要跟一混，也不要跟 I 混。e 啊，我们来看一下 e e I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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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搞混呢？这四个，特别是这个注意不要跟两边的混，e a a r，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是吧？这个爆发音3分，爸、怕、拔、大、踏、达，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对立也出现了，萨、啥，然后我们要记住这3个声母，它在前面有个小短杠的时候，这样的小短杠的时候，它读音就不一样，拔要变成拔，是吧？达要变成达，啥要变成啥，刚刚我是不是说成拔了？这个对不起啊，拔啊，拔要变成拔，这3个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我一直在提醒这个，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那么下期预告：韵妹，雾，日，董新美，字，次，子，第一星，董，第二星。啊，要开始学声调了。好，谢谢大家。